個個都話要買珠海嘅第四類住宅，第四類住宅，但係我身後呢個珠海市區嘅全新第四類住宅，你都冇睇過嘅話，咁其他樓盤你都唔需要再睇啦。當其他嘅樓盤嘅得房率只有100%嘅時候，我身後呢個樓盤嘅得房率直接去到110%啊！而且個位置咧仲喺珠海嘅市區中心㗎。總裁歡迎回家，呢個就你屋企個門口啊！電梯一出嚟就係你屋企，獨門獨戶嘅設計，哇！入到嚟呢個客廳真係夠晒大，足足有成80個平方咁大啊！而且係做咗270度嘅採光面，出去仲有個7字形嘅露台，呢啲咁嘅戶型喺成個珠海你絕對揾唔到第二個啊！而且呢個露台呢，你無論係做一個私人嘅花園，定還是做翻個茶室，真係好舒服。望出去就係小區東南亞園林嘅風格啊！呢個客廳真係大到呢，我都唔知點形容啊！80個平方呢度呢，任你發揮啊！所見嘅全屋精裝修都係交樓標準，而且全屋呢都係用晒呢啲大理石通鋪噶，真係夠晒奢華。而且小區出門口仲係珠海前5個學校嚟噶，你小朋友住喺呢度讀書呢，已經係贏喺起跑線上噶啦，直接係半隻腳已經係踏入咗清華同埋北大啊！呢套單位真係夠晒舒服，而且仲係屬於全新嘅第4代珠海嘅住宅啊！所見嘅呢啲裝修呢，全部都係超過3000蚊一個平方去打造嘅。主人房呢度呢，亦都夠晒大，全屋嘅中央冷氣全部整晒俾你，仲預留咗獨立嘅衣帽間同埋套廁嘅位置，單價先係3萬蚊。呢個樓盤絕對係全珠海最高性價比嘅全新第4代住宅。你有興趣嘅，俾資料你。